所有人都做緊同一件事嘅時候，究竟點樣可以突圍而出呢？相信唔少人都會絞盡腦汁。與時並進早已經唔係一個選擇題，而係一個生存題。咁樣可持續發展又會唔會只係一個口號呢？決定嘅事唔能夠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必須對得住人，對得住自己。Terry， 你嘅 B5 Treatment 同埋 R3 System 逆齡系列咧，香港18區嘅 salon 都一定有。呢啲你研發出嚟嘅產品咧，係咪因為你讀咗啲博士學位研發出嚟嘅成果嚟嘅咧？博士不敢當，好老實。其實我都想，不過唔係啊。最主要都係我個人咧對產品有一種興趣，咁不斷去發掘啲唔同嘅原料或者佢嘅成分，甚至乎去成個產品嘅組合，咁都係出於我個人嘅興趣嘅。咁再加上咧，將呢個行業作為一個終身嘅行業，所以我更加有興趣去做。所以其實都係你嘅熱愛，然後你自學翻嚟嘅喎。係啊，因為你首先要喜歡嗰樣嘢，你先會做得好。咁我原來發覺我係對呢樣嘢真係好有興趣。咁研發嘅過程又係點樣呢？研發過程其實係需要有一個市場嘅痛點，或者係市場嘅需要。我咧就會比較留意呢個市場嗰個情況啊，例如啲消費者嘅頭上邊，發望佢哋去用呢個產品嘅時候，個工具啊係點樣去令到佢可以去提升，去解決到客人同埋發廊衛師嗰個問題。咁雖然發個方向咧，就會係朝住呢個方向去，先會再去揾啲優質啲嘅廠商，再合作去將個產品落地。咁喺同唔同嘅單位去溝通啊、傾合作嘅時候，有冇話遇到啲咩經歷咁啊？有好多嘢都意想唔到嘅，其實咁因為98年咧至到2000年嗰段時間咧，我就都會翻去大陸開發啲市場嘅。咁喺一個展銷會嗰度咧，個朋友介紹咗日本嘅2大商社俾我認識，廠家嚟嘅。一個叫做 Estée， 佢嘅主力咧就係做電化水啦、洗面嘅。咁另一個叫做Sasaki， 即係佐佐木。咁佐佐木咧，佢做染膏咧就好犀利嘅。即係日本差唔多50大嘅專業線嘅染膏，佢佔咗70%。咁同埋佢係相對係一個好大規模嘅配方研發同埋原料供應商。我日後啲新產品賣咗一啲伏線喺度啦。咁 Primori 係點樣產生嘅咧？喺05年咧，當我去廣州同呢2個廠家、日本廠家去見面嘅時候，發覺咧喺個展會嗰度咧，有一個社長，佢話俾我聽呢個就係喺佢哋公司生產產品個品牌叫做 Primori， 咁就介紹咗個社長，中村社長俾我認識。08年就正式我去到大阪同佢傾代理嘅產品，獨家代理嘅產品，咁就一拍即合。Terry， 咁究竟你點樣研發自己產品嘅？你賣關子賣咗咁耐，我好想知啦。呢個產品係真係耐咗啲嘅，尤其是呢個逆齡嘅系列。咁最主要咧，第一就係有個新冠喺度，影響咗嗰個開發嘅進度，仲要不斷去改良同埋試，所以都搞咗5、6年。咁依家終於可以出到嚟啦。其實咧，要研發呢個產品咧，最主要一定要改變嘅成分，將以前嘅賽道、以前嘅思維全部擺低。香港佢成個市場咧，呢幾十年來所採用嘅一啲原材料，都係1964年嘅一啲已知嘅材料。而香港嘅髮型師咧，90%都係用緊呢一個材料。由80年代我入行到而家，都係主流。市場改變咗，例如漂頭啦、RIH 啦，甚至乎 highlight 經常染髮啦，呢啲市場咧就衍生咗好多同類問題。仲有包括一個我哋叫做 coating 嘅一啲嘢，就會造成咗
頭髮係越嚟越複雜，個髮質越嚟越差。咁我哋一定要改賽道、改原料，所以咧我哋 RB System 咧就會採用一個純 CA 嘅原料。咁其實嗰個叫做還原劑。咁還原劑入邊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還原劑，例如我頭先所講嘅 TG 啦，佢嘅穩定性比較高。咁依家咧，除咗 TG 咧，有啲叫 CYS， 有啲咧叫 GMT。咁佢電啲受損嘅頭髮都 OK 嘅，但係真正能夠改善頭髮喺個電髮嘅過程之中減少傷害，同埋可以提升到修復嘅話咧，得 CA 原料呢一個產品，同埋出端亦都比較穩定。咁所以咧，我哋就建議廠家首先要採用呢一個原料，再加上有10隻8隻唔同嘅氨基酸去調配一啲咁嘅配方出嚟。喺呢個過程都用咗幾年，咁到目前嚟講都叫做成功可以行出市場。所以你嘅研發過程就係有好詳細嘅研究啦，你又好留意市場嘅需要，最後你就研發咗你嘅產品出嚟啦。係啊，除咗我哋之外咧，個廠家嗰個態度或者佢能力都好重，所以藥水咧呢個液力系列，我哋就揾咗我頭先講嘅日本嘅一間好有規模做電話，所以亦都係好有經驗嘅個廠家，即係 Gaston。咁通過好多次嘅記版啊，我哋嘅試頭啊，對嗰個實驗啊、臨床實驗咧，到今年咧係好穩定咁樣可以出市場。我聽到你成個研發嘅過程咧，你係好有心，即係從嗰個揾原材料啊，你對嗰個頭髮嘅執着，即係好事嚟嘅喎，係嗰種執着係好強烈啊！我想知道其實你本身研發呢一個產品嘅時候，有冇一個好核心嘅理念咧？其實呢個都由公司開業咧，一路以嚟咧都係好嚴選嗰個廠家同埋原材料，冇好嘅原料咧，你根本就冇得產品。公司一路以嚟咧都係以法為本嘅，由開業開始到今日，甚至以後都係會係堅持呢一個以法為本嘅理念嘅。所以咧喺嗰個產品啦，譬如一啲護理產品或者啲洗護產品，我哋公司一定要知道廠家所採用嘅係啲咩，例如佢必須係一啲水溶性、親膚性啦，同埋唔會話對皮膚帶嚟一啲麻煩，掉頭髮唔會沉澱，會累積，唔會有鋪平。咁呢一個就係我哋其中堅持咗今年嚟緊將30年嘅理念係冇變過。由 Day One 第一支產品，我哋已經係呢個。咁第二喺電髮方面嘅產品，我哋一定係會堅持盡量去點樣傷頭髮，傷少啲。但係去到依家咧，我哋係冇停步，係繼續去追求嘅啲原料，可以令到喺電髮嘅過程之中，可以做到同時係減低傷害之餘咧，有修復性嘅作用。咁呢個就係依家疫情產生嘅動力翻嚟嘅結果。所以以法為本呢個理念其實好重視髮質喎。係啊，因為當你嘅頭髮爛咗，我哋就唔可以持續繼續做頭髮。整壞咗嘅話，其實我哋唔可以循環再做個頭髮。髮型屋係以染髮、電髮、護理作為一個命脈嘅。咁如果你一條頭髮破壞咗，咁你電髮一定冇咗啦，甚至乎你嘅皮都亦都未必幫到噶啦，已經係套到攞錢。咁所以唔將頭髮將會係嚟緊呢一個髮型屋競爭嘅一個好重要嘅理念嚟嘅。所以我哋公司一路以嚟都係堅持呢個理念咯。行到今日唔敢講有啲咩成就，但係起碼未 close 咯，我哋都會延續住呢個理念，包括染膏、電髮水、護理產品都係唔會改變。嗱，咁理念又咁好啦，產品又最後成功研發咗啦。咁其實有冇話當時嘅市場策略
係點樣推廣嘅咧？講嗰啲市場策略都係藥行嚟嘅，其實。咁我哋都係行緊啲傳統落嚟嘅方式，因為個產品差唔多100%都係入口。咁喺呢一個產品 D5 嚟講咧，首先咧，佢一定係要有一個賣點啦，係一個服務過程。第二要出到嗰個效果啦，咁先至會令到髮型師容易去幫到個髮型去做客人去做到嗰個護理嘅效果出嚟。所以咧，我哋大部分都係會喺落啲去做個示範，然後令到佢入貨。我知道你嘅逆齡系列咧都顛覆咗傳統嘅電髮思維啦。咁嗰個市場推廣又係點樣嘅咧？市場推廣都係幾方面嘅。第一方面咧就會係到店做示範啦，去親佢都俾啲好差嘅頭髮嚟㗎啦。咁好啦，呢個之外咧就喺網上都會推廣下啦，拍下片啦。另外咧就會有啲實操班作為呢個售後服務跟進啦。咁亦都會有啲導師去喺呢度做一個現場嘅示範俾佢哋做觀摩啦。其實都多方面嘅。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亦都有啲配方表俾佢哋喺髮廊可以去跟進去用啦。咁希望佢哋可以真正將呢個產品嘅威力發揮到出嚟，而做到呢個三贏嘅效果啦。咁呢個係我哋市場嘅期待咯。所以話咧，成功非偶然呢句説話真係一啲都冇錯㗎。當中嘅經歷咧，真係有血有汗。嗱，下星期咧繼續有 Terry 同我一齊同大家傾下講下啦。下一集咧大結局喎，主題係傳承。第一集同第二集你哋都睇咗啦，大結局你哋咪唔睇啊？我係 Kiko 唐浩嘉唐姑娘，下星期二見。記得聽下個下邊。